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规划7月要来发振兴券，但是民间已经等袂赴咯，由这个素食的业者、甲药妆店、甲饭店来结名，发出着250万份的现金抵用券，每一本的总价值5300块，你会当摕到这本世界去佚佗，世界拢拍这个犹太。另外，台北101的观景台本地票价大人600，囡仔540，即卖嘛唔免咯。为今仔日开始到9月30进前，大人只要150，阁会当免费带2个囡仔入场，等于2个囡仔一个大人只要150块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现金抵用券。 每餐点就送现金抵用券，素食业者甲药妆店、饭店业者推出总价值5300的抵用券，只要无限金额消费就会当领，全台限量250万份。为素食早餐100减10块，其他时段200减20，等于是拍9折。有折总比没折好。 联合抵用券包括药妆店500，会当这100；饭店部分单位相关是这2000，其他餐厅指定餐点是这1000，民众真有感觉。可以给家里的亲朋好友用。疫情期间要救相机，除了3业者跨界拍摄，台北101观景台嘛推出大人的票价，9月30进前只要150块的优惠，也阁会当带2位12岁以下囡仔免费入场。下午3点以前来访的话，就是每人只要150块钱。那前600名我们还会送那个手摇饮。算算大人原价600，囡仔540。 2小一单1680，即马只要150块，也阁送饮料，别像亲子旅游市场。很棒啊，去报！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太贵，被困在楼下。台北101观景台抢国民旅游相机，予个人大优惠，嘛希望促销，会当替流失的业绩机会。